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到嚟我哋結論分析嘅時間啦。今次咧非常之高興咧，能夠請到我好朋友 Agent 咧上嚟我呢個節目咧講一講同我哋一齊暢談下文體旅喎。大家都知道 Agent 咧就對於體育啦、文化啦同埋我哋演唱會都非常之關心嘅。咁又請阿 Agent 同大家打下聲招呼先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次真係好開心啊！傑哥真係老友啦。第二就係我哋都呢一個都叫係我哋嘅共同嘅一個關注嘅議題啦。咁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香港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其實而家香港我諗都對於盛事經濟方面咧，即係除咗盛事同埋盛事周邊嘅經濟咧，非常之關注。對我哋香港未來嘅一啲，我諗即係長遠嚟嘅一啲經濟引擎嘅收入啦，同埋我哋本身政府嘅收入咧都好重要。嗱，冇錯，我非常之認同Agent 所講嘅。嗱，我哋體育園開咗幕啦，咁嚟緊一連串都係演唱會嚟嘅，咁加埋我哋紅館啦，咁其實咧就可以真係真真正正打造成咧我哋嘅演唱會之都。但係要打造成演唱會之都咧，可能要解決個問題喎。因為上次無論係真係走後門入場霸咗個位，咁而家又話印錯飛，跟住咧又有假飛。喂，你點睇我哋啲售票系統咧？其實今次發生呢一個 Cityline 印錯票事件咧，對我自己嚟計，我覺得突然亦都覺得出奇嘅，因為其實 Cityline 咧真係一個老牌機構嚟㗎啦，即係你老牌機構去到亦都大大小小嘅活動都搞過。即係從來未試過印錯飛，我自己都買過唔少。今次點解會印錯飛？呢個係大家都未諗到係點解。咁但係觀物論點解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唔應該犯嘅錯誤咯。因為其實你去到一啲咁大型嘅盛事咧，亦都係唯一嘅即係憑據去入場嘅話，若然嗰樣嘢印錯製造混亂嘅話，其實可以引起一啲幾大嘅糾紛。係啦，冇錯啊！今次就好彩佢哋執生得快啦，即係喺內地即係開多兩個換票點啦。但係始終多兩個換票點咧，即係對於成個市場嚟講都係局長叫佢哋先去開。係啦，即係如果就算係局長叫兩個點都唔夠嘅，我自己覺得。你睇下，譬如上海嘅人要走嚟換飛嘅話，你走去廣州又好，你深圳都好，喂，要搭飛機嘅喎，咁嗰啲成本由邊個去負責咧？咁未來即係我哋點樣有冇咩辦法去改善呢個情況咧？電子飛係咪一個方法？其實香港佢個香港點都唔夠嘅，即係我都有同事同我反映嘅，直接喺度反映嘅，就係其實佢哋嗰個客戶服務嘅質素唔夠嘅，即係電郵唔覆，熱線冇人聽，可能佢真係冇咁多人。咁跟住咧就去咁，但係你正常你去到混亂嘅時候，你都要加倍人手啦，係嘛？即係佢哋連出嚟道歉都係用 AI 嘅，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即係冇乜誠意啊！首先要同大家講就係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咧係唔夠嘅。第一，第二咧就係電子票一定係趨勢嚟㗎。其實你斷10年前我去外國睇一個大型嘅盛事咧。其實佢哋都有電子票㗎啦，咁但係佢亦都有係實體門票。跟住我哋問點解你要有兩樣？佢話其實實體門票俾你做紀念啦咁樣。我覺得呢個唔係壞事嚟嘅，好多人都中意。喂，我即係打咗卡嚟紀念，但係你電子門票系統係一定要。而家科技進步，而家講緊大家都講緊，就算係付費又好，點都等，唔需要帶呢一個嘅實體嘅一啲。我諗就算錢包都未必一定需要啦。咁門票一定要有呢一個嘅實體門票啊！咁其實香港呢一方面係落後嘅，你睇戲而家仲係印緊飛出嚟啦，係嘛？咁演唱會都係一啲即係類似嘅嘢，其實你一定要，我覺得未來一定要有電子門票。首先你可以即係你假設你唔見咗張飛先啦，你都可以即刻有張飛啊！冇錯，因為我真係試過唔見演唱會飛嘅，好大鑊嘅。係啦，嗱，內地咧就演唱會就即係非常之成熟啦，即係而家除咗話電子票之外咧，仲要搞埋實名制嘅。咁你點睇我哋香港即係未來即係電子票之餘，即係再加實名制呢一樣嘢，去推動我哋成個城市經濟咧？嗱，首先咧，其實要唔可以講完全杜絕黃牛啦，減到最低咧，其實實名制咧就一定係
王道兼且係真正嘅做法嚟嘅。而香港做唔做到咧？做到嘅。你睇我哋國家隊嘅健兒訪港咧，其實嗰次嘅門票咧係實名制嘅。咁雖然都有炒賣嘅情況出現，咁但係會減到最低。咁香港嘅演唱會其實未來一定要仿效內地嘅做法，就係實名制。內地直頭係有人面識別啊，等等等添啦。咁我覺得未必一定要喺呢一刻去做到呢一個地步住嘅，但係我覺得實名制絕對係一個好嘅做法啦。咁但係即係香港其實局長、前局長一直以嚟呢一屆嘅立法會都我哋都好多都議員同事都關注啦。其實呢一個炒黃牛同埋實名制嘅問題，咁其實兩任局長都分別都回答質詢嘅時候都講過話，其實都要主辦商去配合先得嘅。咁其實大家都可能會了解到點解主辦商係唔願意實名制咧，係嘛？另一個我就想問咧，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嘅，即係叫做人臉去識別啦。咁內地都其實好多演唱會，特別啲大型嘅演唱會咧，咁佢都會用呢啲人臉識別嘅技術嘅。咁其實個識別率都好高嘅，差唔多去到99.8%，即係0.2%咧就係即係識別唔到嘅啫。咁如果我哋香港即係未來真係除咗實名制之外啦，因為實名制都要分靜態、動態嘅二維碼。另一隻咧叫做人臉識別。咁如果我哋香港做人臉識別喺私隱上面，你覺得有冇問題咧？嗱，其實而家大家出境都係咁噶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大家都所謂俾咗一個授權，係可以令呢一啲嘅資料係其實都算半公開，即係你係有一個資料庫係大家嘅人面嘅一啲資料，當你出境嘅時候有用，大家亦都感受到個方便喺度。咁我覺得喺演唱會方面，其實可以做一個系統，就係只係一個短期，甚至乎係嗰一晚嘅一個資料咯。即係譬如一定要規定，譬如過咗嗰一晚之後，你嗰啲資料就要刪除，要消除或者刪除，咁就唔會話長期某一個主辦機構又或者政府嘅其中一個部門就會攞咗我哋呢一啲嘅識別嘅資料，係除咗出境之外，可能會有其他嘅用途。咁所以譬如若然有一個系統咧，就可以譬如即係即晚可以銷毀，甚至乎可能未必係一個全數據咧，可以係一個半數據加上一啲另類嘅一啲識別咧，即係譬如可能真係喺個其實喺內地嚟計，你係自己登記嘅時候，你可以喺嗰個微信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個密碼喺度嘅，咁嗰個其實都係自己去登記先，咁嗰個資料上都未去到真係去到人面識別，你要去到我諗好大型嘅演唱會，即係譬如張學友啊，譬如頭先我哋都有提及過 TFBOYS 啊嗰類型，譬如我哋去嗰啲小型演唱會咧，我最近中山一個比較小型嘅演唱會咧，佢嗰個認證咧係冇咁強，咁我覺得要睇下個規模啦，睇下其實個觀眾群係來自啲咩啦，咁同埋其實我覺得香港搞盛事最緊要就係要睇下我哋嘅觀眾群係乜嘢，即係假設今次嘅 Coldplay 嚟嘅，即係除咗香港嘅市民之外啦，有內地啦，你仲有海外喎，你海外嚟到香港，即係都會係對於佢哋當地一啲買門票嘅一啲程序咧，一定會有所比較。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同國際接軌得嚟，係要同國際係一定要有相當嘅水平上，唔可以太差別。如果唔係，會影響我覺得普遍外地嘅遊客對於香港嘅形象。我哋繼續講下演唱會啊。咁因為我都知你睇好多演唱會，又對演唱會個行業非常之了解嘅。咁澳門而家就成日講話自己係演唱會之都啦。係啊。咁我哋本身香港其實就好強勢嘅。其實演唱會即係本身就係拿手好戲。咁你而家我哋體育園又喺度啦。紅館又將來又會再搞多啲啦。仲有我哋亞博啦。我哋未來點樣去將香港打造成真正嘅演唱會之都？你有冇咩橋呢？其實香港不嬲都係演唱會之都嘅。咁但係就鄰近地區個追趕程度真係好強，因為其實內地你睇到表演場地係多嘅，每一個市、每一個城市、每一個縣，就算去到縣級，都會有一啲小型多少嘅場館。其實場館真係多。澳門當然一系列嘅賭場啦，而佢哋有大小嘅場館啦，咁喺呢一方面佢無可否認係優勢嘅。咁但係我都想講啊，其實如果譬如1萬人以上，又或者近乎1萬人嘅場館，澳門咧
其實都係得3個嘅啫。咁同香港其實係雷同嘅。咁所以你話我哋有冇競爭條件？肯定有。咁但係就嗰個始終個模式有少少唔同啊。若然大家要同澳門比較嘅話，因為澳門其實我諗都係即係博彩企業牽頭啦。咁香港其實都係商業掛帥嘅。咁但係博彩企業其實佢哋本身吸引遊客，唔係淨係嗰個演唱會啦。個演唱會可以話係對佢哋嚟計，可以話係一個配菜嚟嘅。但係我哋嚟計喺商業去行頭嘅一個項目，呢個係一個主菜嚟嘅。咁所以其實嗰個營運模式有少少唔同。咁當然佢哋嘅財力亦都非常之大啦。咁啊好多時我知道，譬如博彩嘅企業都會搞盛事之餘，亦都會係幫你可能會買翻部分啦，甚至乎大部分嘅門票係俾翻佢嗰啲酒店嘅客戶啊等等。咁呢樣嘢香港做唔到，好難嘅。咁但係譬如你睇香港一啲演唱會，好少係冇人睇嘅。即係譬如以前90年代可能會有某一個演唱會係可能得70%入座率，而家其實聽唔到㗎。咁但係香港個競爭力係咪要提高？係要嘅。我認為應該點咧？我睇到嘅其實而家好多反映嘅就係澳門喺場館上嘅彈性。我而家講緊彈性，相對比香港大。首先香港嘅場館個彈性唔夠大，因為其實而家講緊紅館啦，都係康文署轄下場館啦，一直以嚟都有一個好一套嘅一個程序一個規矩啦。咁你可以話唔夠私營機構係咁有彈性嘅。咁我覺得未來彈性係可唔可以增加咧？第二就係個定位問題。定位就係一直以嚟我諗即係就算紅磡香港體育館都係以體育行先啦。咁啊我哋其實啟德體育園都係以體育行先啦。咁未來啟德體育園開咗，其實而家開咗之後，呢一個局長亦都有講過，就係未來紅館又或者康文署轄下嘅場地係咪可以將嗰個演唱會啦同埋個體育盛事嗰個百分比係佢有個調整，令到我哋嘅場地係彈性啲。因為其實好多時比較啫嘛，譬如你喺主辦方，你香港 book 唔到嘅，咁喂澳門有場，我即刻去澳門開啦。咁啊喂細啲嘅場都唔怕喎。我琴日先同一啲朋友去討論嘅時候，其實張天賦最近喺澳門搞過一個3000人嘅場，佢唔會喺香港做3000人嘅場。點解咧？我哋要諗一諗。即係其實場地定位都係一個好重要。即係除咗彈性之外咧，我哋嘅定位啦，咁同埋可能檢視下其實我哋嗰個門票嘅收益啦，會唔會因為其實都直接影響主辦方對於嗰個項目嘅一啲營收或者嘅盈利有個，即係拆帳嗰度你又點睇咧？即係而家我哋香港，我知道啲場館都即係除咗場租之外，仲要拆帳嘅。咁你覺得而家我哋紅館嘅拆帳比例使唔使再調翻低啲，令到我哋嗰個成個演唱會嘅經濟再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彈性嘅問題啦。就彈性咧就係不外乎兩樣嘅。第一咧就係場地嘅即係訂場嘅程序啦，有冇一啲人性化嘅處理？就係因為我知道鄰近地區嘅一啲場館咧，佢哋譬如假設你冇呢個場地，佢哋會主動聯絡你去幫你度一個期。呢一種人性化嘅服務咧，我哋政府部門係相對係競爭力係冇咁大嘅，呢個第一。咁未來咧呢個彈性係咪要去加大咧？我覺得應該要研究下。第二就係收費啦。咁啊，因為其實譬如如果你即係最簡單同澳門比較啦，其實澳門嗰個冇一個以我所知冇一個所謂劃一嘅所謂一個長租嘅，佢會有淡季啦，會有旺季啦，得嚟咧亦都係唔同嘅項目。睇下佢哋唔同嘅性質方面，亦都有好彈性嘅處理。最一個極端嘅例子，我知道係免費，去到免費長租嘅。咁當然亦都有長租。香港咧就個模式就係呢一個嘅分成嘅收入啦，即係其實已經調低咗㗎啦。本來15%嘅，而家變咗10%。其實4月咧就係要關注嘅，我哋開始都要關注。其實咧。疫情嘅時候咧調低咗10%，其實係4月到期嘅，即係今個月。咁所以咧就嚟緊咧就會調高翻去10%，15%係相當之貴。我個人認為。咁所以其實喺長租方面，若然你係要，雖然為政府可以帶來收入啦，而我呢個係絕對係贊成嘅。咁但係譬如一啲周邊嘅經濟會唔會令到我哋好多演唱會嘅主辦商係因為
場地貴而卻步咧，我知道有嘅。咁啊，所以喺收費方面啦，同埋場地嘅訂場方面，一啲人性化嘅彈性係咪可以提高？我覺得可以。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 Adrian 講咗好多演唱會相關嘅題目啦。咁我相信未來我同阿 Adrian 都喺立法會會繼續去跟進我哋嘅演唱會經濟嘅。咁啊，今日節目到呢度，下次再見，多謝大家，拜拜。